咱有一个特别对心底欢喜，就是咱有一阵咱的富强大家庭咱的新的成员，也是讲咱的家内的人就是咱今仔日第一场甲第二场有36位大人囡仔要来受洗礼，要来敬信礼信仰告白甲小儿洗礼，所以咱大家对心内发出满满的感谢，咱。大先先来欢迎今仔日咱要受洗，也一个手好无？受洗礼兄弟，咱甲伊拍拍鼓励一下，哎，后壁面拢是我嘛有看到咱的亲人啦咱的同事啦咱的好朋友看到这个兄弟要受洗心内欢喜甲讲，好亲像安尼，阮兜着大奖安尼大家拢做伙来所以今仔日受洗礼的亲人。家内的人，搁咱的朋友、同事，请摇一个手好无？来参加，来拍拍鼓励多谢对伫咱基督徒来讲，咱的受洗就是咱的第二个生日。咱有对细汉受老母来生落，咱有咱的肉体的生日，但是咱基督徒。感受到，伫咱受洗礼，这个礼式就是上帝给咱一个新的生日，所以咱这个受洗的兄弟你开始记条咧讲我的第二个生日就是今仔日2020年的12月13而且我今仔日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特别要针对咱这个受洗的兄弟，要甲恁讲一个安尼真要紧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讲，恁的身份一个大大的改变。虽然你会感觉讲我都嘛是照常工作逐日困醒就开始无闲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是人的囝儿，哪有啥物改变？这个改变是一个属灵的改变所以我通过这个短短的这个身份的确认，来甲这个受洗的兄弟来相甲分享。也详细要请咱在座所有咱已经受洗，可能已经信主遮侪冬，甚至对细汉就伫主的内面的，请你会记得，这个宝贵的身份是上帝特别所赏赐你的，毋是人家己摕到的。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三个学习，讲这个新的身份就是你是上帝的囝儿，你已经成做上帝的囝儿，你毋是口头讲就好，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属灵的顺序啦，就是你要相信，你要接纳主，你要告白你的信仰，你知影你已经是属于上帝国的一份子。拄则咱有读圣经约翰福音1章12节这个经章呢，第一句就直接宣告我要读后壁面2-3节，互咱知影伊讲即句话的意思。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接纳伊什么？伊就是主耶稣，接纳上帝所以若是接纳，就是信，然后就互你有权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囝儿啦。上帝的囝儿毋是随便叫的，是因为你已经有这款确认这个身份伊阁讲一句讲，因毋是对血统，咱拄则有讲是咱是你的第二个生日呢。若是对血统，你若是讲你30岁，就30年前妈妈生你，这是血统。伊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咱知影人的繁衍后代是夫妻三听所怀胎生落来，迄叫做对肉体对血统。但是伊讲，你若是接纳主耶稣，你是信伊你就是有权称做上帝囝儿，所以你是对上帝生的。所以咱是安基督徒会讲即句话讲，我已经定头生定头生毋是讲亲像圣经内底有一个有一个人咧问耶稣讲我是要阁安怎入去老母的腹肚内？毋是啦，是因为你伫属灵的顶面已经称做定头生的人。后来第14节讲，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
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这个奇妙的开力是在伫咱的主耶稣，伊原来是天顶的上帝，伊降临伫这个世间，伊处人的形象，意思讲，原来上帝是灵啊，无有迄个肉体的形象，但是伊为着要疼世间人，伊专工多加肉体。啊，这也是咱2礼拜后，有的人是后礼拜要来庆祝耶稣降生一个圣诞节的原因，啊，咱的主伊多加肉体，互咱对这领受到这个恩典，这个荣耀只敢若天父才有，咱人无。好，也因为安尼，牧师要甲咱三甲学习这个话语，伊第2段经文是8章14节到16节，有关在讲这个事，等于是重复过一遍，确认就对。伊讲，互上帝的神引出来的人，拢是上帝的囝子。咱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意思啦，因为上帝的神就是圣神来引出你，来引导你，来陪伴你经过各来人生，你是上帝的囝。所以，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圣神，毋是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犹原生活伫惊吓中。意思是我若是领受主耶稣，我受洗礼，我归入上帝的国，我真做耶稣所救赎的人，我就是已经囝子，无搁再是奴才。无搁再奴才是我，就是我的自由，我有我的自主性啊。讲恁领受的圣神，是要互恁真做上帝的囝子。意思是基督徒，咱受洗，你有领受到上帝所应允的圣神，看袂到，但是你对心底去领受到这个温暖甲祝福。我伫这边咱要受洗的兄弟咱咧问讲，你是安那会决定要来受洗呢？是安那我会想要入来即间的教会。真侪部分拢毋是讲哇，我对迄真理捌甲安尼足透的我足了解，我才要来信主。伊先感觉到讲，伫咱即个教会内底有疼，有迄个温暖，有迄个笑容，有迄个生命的快乐，还是别位看无的。因为你是从大声感受到你是上帝的囝子，你才会感觉迄款的平安甲喜乐。我因为看到这个，我知影这是一个受祝福的团体，我愿意加入。当然，你对信耶稣、对接受主做救主，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咱伫过来受洗了后，咱伫明年初，咱有一个一连串的文道训练的课程，会互你更较清楚讲，是你种的感觉，毋是干那感觉那点，是真真正正伫你的生命中产生影响。所以咱若是接受主，咱叫咱的上帝叫做阿爸爸啊。这个阿爸咱台湾话听到足亲密的啊。毋过咱有的人伫厝呢毋敢叫阿爸呢。感觉讲好像有一个陌生改成老爸足威严我叫阿爸改成安尼惊惊胆胆啊。但是咱领受圣神，领受主耶稣的恩典，咱的上帝就是咱的阿爸爸。这个关系，这个亲密，你若是甲你家己肉体的老爸迄种的关系，你会去感受到。上帝赏赐一个肉体的老爸伫你的家庭，你通过这个老爸形象在认捌这个老爸的意思。但是咱知影，伫这个世间老爸的形象无一定完美的。上帝通过老爸真做后代祝福。但是这个肉身的老爸并无完美，有时先都是负面的形象啦比如讲，较早咱做士大人，老爸有时拢足威严的，足权威的，面手足歹的，看到囡仔无乖就骂，甚至举锤来拍，有的甚至是暴力型的有时是无咧学落的啦考99分，讲无够，哪会无100安尼？乖爱搁较乖，成绩好爱搁较好。虽然伊的心内是讲袂歹，毋过伊就条工讲袂出来，讲阮囝足敖的，毋是啦。
我想即嘛少年老爸袂安尼啊啦吼，但是较早吼，你都反正好，伊嘛甲你讲无好就对啦。啊嘛有迄个冷漠型的，因为无咧顾囡仔的需要，有诶是较幼稚型的，做老爸嘛有一定成熟呢吼，安尼懵懵啊，咧做代志也袂确实，啊嘛有缺失型的，即老爸伫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无伫边啊。啊，嘛有迄种溺爱型的吼，迄老爸吼啊，疼囝疼啊吼，互人感觉讲安尼有像超过就对啦吼。啊，这有时拢会影响咱对细汉成长对老爸的即个印象吼。啊，有时若假使咱活伫一个负面形象的老爸，有时咱的成长过程会有即个受影响，性格会偏差，啊，咱甚至家庭的关系无好势。人际关系有障碍，你若因安尼，有时咱当今仔日看这圣经讲，来哦，咱叫咱的上帝叫做阿爸爸啊，你想想，哎哟，啊这阿爸叫来到地吼，毋知要用讲吹啊无安尼吼，啊毋知会互伊骂几句安尼，迄种的形象会影响你对阿爸爸即款的想法。但是不要紧，你无论是你活伫一个温暖幸福吼，是大人疼惜你的家庭，也是你曾经你的心灵受伤过，你互老爸管教，你感觉有一点仔安尼受伤害。我要甲你讲，你有天顶的老爸，互你改变对老爸的形象。所以咱今仔日一个用大纲式要甲咱做一个介绍，就是认捌我的新的身份。因为咱若是开始去理解这个上帝甲囝儿的身份呢，你就会改变，也是改善，也是主动甲你的老爸，佮增加佮较水，迄个正确、健康、迄个美好的关系。认捌新的身份，就是我是上帝的囝儿。若要讲我是天父的囡仔就对啦吼。咱今日欢迎36位大人囡仔要受洗礼，诚做咱叫做富强的新的家内的人啦吼，富强新家人。啊，咱有时拢会互相叫做讲富强人，啊，咱家己内部的人都听有吼。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有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你诚做上帝的儿女，也是讲天父的囝。头一个，你诚做天父的宝贝，上帝的宝贝。拄则咱读约翰福音1章12节讲，那接纳伊个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赐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第二位经节有写讲，哥林多后书6章18节，我要做你的爸，恁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所讲的。你到底有甚物款的条件？有甚物款家己吼？好亲像我爱款偌济，或者的资料背景，也是我爱款甚物款的这个礼数，才会当成做天顶的爸的囝儿咧？毋是，单单纯纯是你接纳伊，讲我要信这位拯救我的主，伊就有互恁做儿女的这个权利。啊，这是全能的主所讲的。你是上帝所疼的囝儿。第二是，你是一位尊贵圣洁的儿女。这尊贵圣洁的意思是讲，无论我人生所经过的日子，我的工作是高尚，还是普通，还是互人看作是无啥上目的，还是我的身份、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经济、我的各种方面，好像有甲人咧比拼，任何好甲歹，迄拢不管。你上帝承认你做囝儿，你就是这款的人。伊是安怎讲？只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恁来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所以各位这的受洗的兄弟，各位咱在座兄弟姊妹，请你常常家己伫咧照镜的时阵，你讲我是上帝所疼的囝子。我毋是这个某某人啊，一个记号安尼啦定。我毋是安怎，我是
尊贵上帝所祝福的。啊，所以咱常常咧唱一条诗歌，啊，讲你是上帝眼中的唯一。上帝是安怎创造遐尼奇妙？伫咱人每一个人中间，你甲我有可能兄弟姊妹，也是相生的兄弟姊妹，足属性，但是也有你的特色，就是无完全伫这世间无有两个完全相共的，是因为上帝伫你的心中放落迄个伊奇妙的创造。啊，这是咱基督徒第二个，咱知影上帝的囝儿的身份。第三，你是上帝所疼的，伊疼你，所以你免焦虑讲，哎哟，我凭我这个身份有啥物通去互疼？毋是上帝疼你。所以耶利米书32:30讲，古早时阵耶和华以色列来显现讲，我以永远的疼来疼你，因为我用慈爱来吸引你。那既然是安尼，你讲啊，我是上帝所疼，到底上帝安怎疼我？要哪捌这个上帝来疼呢？咱来认捌天父的疼。好一个，天父因为疼我来竞选我，伊疼你，所以今仔日你行入来到礼拜堂，你小等下要受洗咧，你毋是偶然的，你毋是凊彩的，啊，像好亲像哦，心血来潮的，毋是。是上帝老早就伫你的生活，伫你的人生的日子，甚至有人因为某物人甲你接触，甲你做伙。咱有一个姊妹，啊，伊咧卖衫裤，哇，足拍拼，啊，做生意真好做。啊，咱教会有一个姊妹，啊，感觉讲伊即个卖衫吼，啊，真水，啊，就去甲买。买了后，一个做朋友吼。有一日甲伊招讲，我咧教会吼有咧幸福小组，你敢要来安尼？啊，看起来好像一个安尼真普通的关系啦。有时咱去共买物件，甲即个头家熟悉，但是就是因为伊开一句，开一嘴讲，你敢毋要来？啊，伊就来啊！啊，伊今仔日要来洗礼。啊，这就是看起来是真巧合真趣味啦。但是你知影，上帝因为疼我来敬送我。以赛亚49:1讲，对我出胎，耶和华就选了我。我对出老母的胎哦，吼，对老母的腹肚，伊就提名我的名。所以第一个，上帝拣选你，毋是凊彩，毋是随机的，是上帝伫你老母的腹肚内就捌你啊。第二，天父因为疼我，伊要替你背重担。啊，这是咱真侪社会，咱伫生活中间所会拄到的。我有真侪担，工作上的担，身体健康的担，我有家庭的担，我有侪人际关系所带来迄个拖磨。但是圣经讲，伊要替你担。马太福音11:80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遮，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来我遮，你要有行动，我要来住遮。所以你诚做上帝囝儿，毋是干那一个。身份啊，这表格写你的名，毋是，是你已经领受到这个恩典，伊要替你背重担。第三，天父因为疼我，来引带我，来保护我。你要伫上帝恩典的下面，逐日的生活，逐日的经过，你的日子，拢伫上帝恩典甲保护下面。咱足爱读的诗篇23篇第40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管安慰我，这是经历过上帝的疼的人的见证。但你今仔日开始，你也要同款做伙经历。第四，天父因为疼我，来了解，来安慰我。伊会安慰你，伊会写圣神伫你内面。当你忧伤，当你烦恼，当你忧闷，当你看路，当你惊吓，当你有真侪代志，头前的路毋知要安怎行的时，等你甲主讲主啊，但我这要安怎做啊？咱的上帝是你的老爸，你毋通放弃你这个身份，甲主讲主啊，这我要安怎做？诗篇139篇，咱读一节，伊讲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捌我，我坐落，我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影我的念头啊，对远远哦。毋是你咧隔壁听你咧讲话啊，是对远远就知影你的心思。既然是有一位听你、安慰你、替你背重担的主，
对远远就知影你的念头，啊，你还佫甲困难、甲迄个忧伤、甲迄个烦恼藏伫心内，啊，你啊排伫身躯内底，袂晓交托出来。啊，这是上帝囝儿上大的祝福，你会晓将你的困难交托，因为伊了解你、安慰你。第五项，天父因为疼我，伊就永远来接纳我。疼我来永远接纳我。诗篇32篇第50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无隐瞒我的歹。我讲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咱有真多，包括今仔日的新的受洗会友，也是咱这传统的会友，有一个观念吼，这个观念嘛，毋是啥物毋对，但是吼，若是对上帝来看讲啊，有够误。意思是讲，我都爱吼完美吼，爱足完美的，我才要来洗礼。请问，什么人敢讲你是完美的？我是圣洁的，我拢无什么款的瑕疵甲毋对。咱基督徒爱生一个极清楚的人物是，因为我不足，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有缺陷，我气力无够，所以我才需要上帝。今仔日你茫想讲，哎呀，我的生活乱糟糟，啊，我的工作也无顺遂，好像就一生吼，伫我的身躯顶啊一大堆有诶无诶遐多，啊，我哪会堪要使洗礼啊？我著爱等我逐项拢修补好啊！啊，我像咱咧修行修会安尼，逐项拢足正有啊，我来洗礼才会堪进。我讲安尼，你等啊到地老啊到地老天荒都无机会。基督徒是相信讲，因为我有不足，所以我才需要上帝。我有不足，我才需要上帝。所以即句话讲啊，是咧，伊讲因为咱无完美，咱才需要接纳。你若完美，就免耶稣啊。所以耶稣讲吼，看病人才需要医生，对无？今日咱有真侪医生伫咱遮，啊，若无看病人，咱就尽量莫去找医生啦，吼。吼，啊，咱定讲即句话讲吼，啊，我若健康吼，啊，我若保养好，医生就失业啊。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的话，表示什么？耶稣讲，有罪人才需要主。你我大家拢有缺陷，因为咱有七情六欲，咱有真侪世间黑暗的关系在管辖咱，所以咱会拄到即款的困难。啊，所以咱有一个较正确，基督徒伫教会内底意思是讲，咱是一群无完美的人，为着要追求一个上帝祝福甲恩典，所以你我大家互相帮衬，做伙伫教会来相敬，甲你加油，甲你推你一把，互你行伫迄个祝福的恩典中间，毋是行伫迄个对路的中间。最后，我要招咱遮受洗礼，以及咱所有兄弟姊妹，咱大家安怎来领受天父的疼？你知无够哦，你爱领受啊！吼，好像如讲今仔日咱有要举行即个安尼赠送礼物，也是讲咱要举办迄个摸彩，啊你来吼，啊你也无等迄张单落去啊，啊看人咧欢喜你领，啊你搁转去啊，袂人领受，头一个真重要。咱小等下会问你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即句，讲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认罪悔改，毋是伫即个咱的法院内底吼，任讲啊，你有偷摕物件无？吼，啊，你有讲话诽谤别人无？吼，即款的罪是法律上的罪啦。咱基督徒认罪的意思是，我承认我的无完美。我承认我知影我家己的不足，我需要上帝帮助我。第二项意思是讲，因为我迄个罪啊，甲上帝迄个上帝儿女的关系拆离去啊，我需要耶稣替我补起来，这叫做认罪。所以约翰一书1章第9节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不义。意思是我要领受拄则迄个上帝的疼，都爱用这个来执行。第一，认家己的罪，悔改认罪；第二，你茫想伤济吼，读壳想啊吼，啊想咧写百科全书，毋是啦，你要单纯的信心来领受。罗马书4章23到21节讲，并且仰望上帝应允，
无因为无信，心内起骄疑，反倒转因为心内得坚固，将荣耀归于上帝，满心相信上帝所应允的要成就。第三，你伫生活嘛是事拢工商足无用，你有时你会怎好像迄个感觉无去啊，所以你爱不断来宣告，宣告讲我是上帝的囝儿，即个的身份。哥林多后书4:30讲，但是咱既然有信心，就如圣经所记载，我因为信，所以安尼讲话，我信也安尼讲。意思讲将上帝互你的应允，拄则讲迄个做上帝囝儿，迄个福分，迄个祝福吼，你要伫你的生活逐日中间来甲领受出来，吼，毋是挂牌的尔，挂名的尔。啊，有人讲啊，好像就礼拜日的基督徒，啊，我都来礼拜，我想着上帝，啊，一个出礼拜登门吼，讲啊，我打回原形就对啦，啊，无差，安尼就无效啊。是你逐日咧宣告讲，我是上帝的囝儿，我是受恩典的护卫。啊，所以意思讲，将上帝应允落实伫个人的生活内底。第四项，伫咱的生活内底，有一句话，你就是爱遵行上帝的道理啦。遵行上帝的道理，你要照上帝圣经的话来行。约翰福音14:2就讲，有我的命令，佮遵守的，这个人就是听我要望我的爸会听伊，我也要听伊，而且要向伊显现。意思讲，我遵守圣经所爱我做的，我照主的道来行。伊讲，你就要得到上帝的听，而且要对你显现。换一句话讲，你有新的身份，毋是真正一个名称那定，是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活，你的人生来配合。最后一项是有一个叫做标靶式的祈祷啦。标靶可能咱较有咧听到咱迄个医生的话语讲标靶的药啊安尼吼，嘛是有理啦。标靶就是针对有针对的，无凊凊彩彩，啊，像讲拍线子安尼吼。啊，对空气咧拍拳，毋是，你爱标靶式的祈祷就对啦，有针对性的。马可福音10:51讲，耶稣讲，我要为你做什么？吼，有一个青梅来找耶稣，耶稣讲，啊，迄个囡仔，迄个青梅甲耶稣讲，拿破尼，我要看见，啊，因为伊目睭无看到嘛，我要看见，表示讲，我无讲一大堆啦，我就是照我的需要，我目睭无看，我就是要看见。意思是，你伫你的生活中。你就是对症下药。你家己有啥物困难，你要甲上帝祈祷，你要甲主讲，主啊，我需要一个。啊，所以叫做聚焦啦，啊，标靶啦，也是针对的来做祈祷。所以这5项是我要领受上帝听，一个生活中来实现出来。第一，认罪悔改；第二，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第三，你不断宣告你是上帝的囝儿；第四，你照圣经的话、上帝的道来行；第五，有一个标靶式的祈祷。真期待牧师短短用这个你新的身份，上帝的囝儿，互你知影讲，我今日来遮毋参加一个仪式，吼，啊一个闹热，啊咱足侪亲人足重视，啊来到你中间，啊甲你闹热庆祝，啊转去。就回归原来啊，毋是咧。你有这个新的身份，你要享受恩典甲祝福。你是一个顶头生得救的人。愿主将这款的听，甲咱三甲同在。随煞接，咱开始要来进行洗礼甲圣餐。牧师先招咱做一个祈祷，啊，咱请遮的小会员开始来备办来准备，咱三甲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三甲学习主你的话。阮欢喜有36位第一场、第二场的兄弟要来遮洗礼。主啊，阮要确认阮的新的身份，就是阮是上帝你恩典的囝儿。这个恩典的囝儿是要享受到救恩，享受到听，享受到祝福，享受到将阮的重担放落迄款人生的喜乐。主啊，阮为着这阵新的朋友、新的家内人献上感谢。也愿阮通过这个礼式，搁一遍来见证你美好大的恩典。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